来看这家己的文化路夜市呢，是有头家来投诉，伊讲呢，因为甲隔壁这自治会会长的单位有这占位的纠纷，所以互人甲伊刁难。若是取消伊这自治会会籍，佮禁止伊来遮摆摊。也那自治会是强调讲，已经有请市政府来监戒，这会籍嘛是因为对方无要配合，才合法甲伊解除的。为下晡4点半开始，家己市的文化路豆豆仔就开始有人出来摆摊仔。有的摊仔位是摆伫店家头前，有的是伫空位来摆。摊仔的所在甲大细拢有固定，不过煞有摊仔因为占位的问题来相告，甚至佮投诉去互摊贩自治会来欺负。起点原因就是我们摆在他旁边，那因为长期他就是一直侵犯过来，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位置越来越小，没有办法营业。那我们也跟他提起诉讼。这会刊呢？嘿啊对。啊，伊以前拢甲我摆到遮。啊！即摆甲我摆，即摆我甲伊告了，即摆刑我到遮。投诉的摊仔表示，隔壁摊仔是自治会的会长，所以伫相告这段时间，自治会若无通知，就开除因的会籍，佮禁止因摆摊仔。自治会表示，开除的过程一切合法，嘛有新闻互市政府来比查。他呢，因为他是自己是自治会的会长的关系，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有加入会员，他就利用他是那个职权，然后来丧失我们的会员资格。请他就是收到文7日内就是要退回占用的面积跟通道这样子。1年多了，他就是还是没有做改善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后面是开代表会，就是将他就是把他会员资格丧失这样子。投诉的摊仔讲，因有较早的相片证明两边摆摊仔的范围，嘛有向国税局来申请营业登记的资料，希望主管的市政府会当介入监督，保证摊仔的权益。市政府表示，摊仔甲自治会两边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的阶段，无要表达任何看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